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迎妈祖，好爷的神轿拍头阵，这吃炮的威力是相当的惊人。信众准备的炮啊，都亲像是一组的小山轮，等好爷的神轿一日到，就伫个轿卡来放炮啊，俗称好爷吃炮。目的是要祈求妈祖来保庇，愈棒愈发。这个场面是相当的震撼。啊，而时的闹热是延续到暗时啊。 小朋友穿着古装，随着艺高的车队游街，发送着糖仔饼。这个庙埕的4颗练灯，咣咣滚。真侪民众将相机甲手机啊举悬悬，摕伫咧庙口，就是咧等这个时阵。 炮啊声闹热气气，云林北港朝天宫迎妈祖的活动伫咧昨正式开始。好爷神轿拍头阵，食炮的威力真正是有够厉害。 好爷掺好野，这个饮食真小工。民间认为，若是炸好爷的神轿会夹来财宝，而且是愈炸愈旺，所以店家拢会准备真侪炮啊，伫咧轿卡准备放炮啊，祈求妈祖保庇炮啊愈放愈发。炸轿了后，煞来个换礼炮，点炮的人手摕规罐炮啊，回过互火烧甲红记记的铁犁头，将炮啊点互崩。 妈祖出巡游景，地方热烈滚滚，嘛带动观光的发展。在现场有毛日本的，毛美国的吼，所以妈祖吼是外交部长。妈祖吼，而且节日的时阵吼，拢带动真侪活动，啊，互咱全国各地的在乡亲呢来遮啊拜妈祖啊求平安啦。这是闹热炸桥了后，但台北青的炮啊虎塔起来有一层楼这么悬。暗时换真人艺高车队来表演，小朋友打扮甲真用心，穿古装坐伫咧火车顶悬，沿路送代表平安的饼甲糖啊。民众手伸甲长长长，手要接。联邦红菜阿家嘛带牵手甲囡仔做伙来参加，和北港的市区美术是不夜城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